出来，找都找不到，还有人放得很开，想说，他已经当过会长了，接下来他可以好好的带下一批的人，帮助他们，在旁边辅导，完全都不管。他会来，但是完全不理。可能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但可能这也是我们造成的。为什么？当一个人在服侍的时候，我们终于有人服侍了，我们就把所有东西怎么样丢到他的身上。就好像我刚去教会牧会的时候，教会之前没有牧师，我去的时候，我发现所有人要牧师啊，因为以前没有牧师，所以这个是我们做，但现在你们来了，这个东西是教会做的。我去当传道的时候，我一直刚才前2个月全部都接到这样子的电话，所以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到牧师这边来，全部都是传道人在做。当他没有同工的时候，他有可能就跑掉了。当他没有同工的时候，他可能撑了1年，他就离开了。然后教会，然后我们选举的时候是怎么样？看，赶快投给哪一个，赶快把东西交给他，最好不要是我，他就累死了。我相信这不是我们来到教会服侍的态度、服侍的方法、服侍的目的。结果我们让接到服侍的人，他们承担所有我们不要的东西，结果到后来他就离开了。希望我们教会不要有这样子。当耶稣问受到这么大的挫折、这么大的挫败的彼得，已经要逃离开原来他做的事情，他问彼得：“你爱我吗？”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有可能跟彼得一样，可能一些失败，或是一些挫折，我们就放弃了跟随主的道路，放弃了服侍主的道路，我们就走回头的路。我相信跟随主没有办法回头。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耶稣说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我。耶稣说这句话是在他钉十字架复活之后说的吗？不是啊，是在他还没钉十字架之前，他讲说你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我们现在会讲说那背什么十字架？就在家里面我的老公非常唠叨常常会念我或者我的小孩怎么样或什么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十字架。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他们看到的十字架是什么？他们看到的是那些犯人、受刑人，他们要背着自己要被钉在上面的那个刑具、那个十字架，背到山上，被钉在那里。对耶稣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他们看见一个人背十字架，是表示这个人是罪人，是犯人，他要付上死刑的代价，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代价。所以当我们今天听到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弟兄姐妹不是那么简单的。他们那时候看到的是要受这种死亡的威胁的，这种生命威胁的这种信仰。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这种生命的威胁，但是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威胁呢？我上礼拜听到，在北京一个最大的家庭教会，我跟他说他在那个教会聚会，把那个教会被那个政府抄掉了。另外一个姐妹跟我说，他们就跑到现在这个教会，现在这个教会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
耶稣，我们还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但是耶稣跟彼得说：“你爱我吗？”当彼得跟他说：“主啊，我爱你。”就是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要喂养我的小羊。你听到耶稣的声音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跟彼得一起打鱼的，听到耶稣的声音认出来的，可能是约翰，可能是写这本书的约翰，里面没有写很清楚，写说耶稣爱我们，可能是约翰，他认出跟主曾经相遇的感觉，跟耶稣曾经相遇的那种声音。什么时候你能够经历到主？什么时候你能够认出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曾经对你说话，曾经在哪一件事上留下主耶稣他的痕迹？哪一件事情的后面，你曾经看到主他也在当中？若是他们没有认出主，若是他们没有回忆到曾经跟耶稣曾经的事情，他们之后就可能还是继续当他们原来的渔夫。他今天重新再一次回到耶稣的面前，去面对他自己的软弱，面对他自己的跌倒，面对耶稣知道的他会跌倒，也知道他应该会回头。在跟耶稣再次的相遇的时候，他再次的要彼得再来跟随他。所以这经文的后面，我们又听到耶稣在讲一次什么？来跟从我。但是这个跟从我，可能没有第一次他在海边捕鱼，听到耶稣说来跟从我那么简单的。那时候他可能不知道将来要碰到什么事情。那个时候他可能有一个老师叫我就跟了。那时候他可能觉得这个人看起来很有能力，我就跟他了。他可能完全不知道跟着耶稣的路是什么样的路。他经过不认耶稣，经过他要在跟耶稣说：“主啊，我是爱你的。”耶稣让他重新再次的来跟随他，而且这个跟随他是跟他说，已经跟他说你将来会怎么样。这个经文里面有讲什么？你年轻的时候你可以到处去，对不对？爱干嘛你就干嘛。年老的时候会有人用带子把你束起来，到你不要去的地方。经文里面自己写，就在讲彼得将来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彼得后来怎么样？传说里面说彼得怎么样？被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我不配跟耶稣一样正着钉十字架，不然把我倒着钉十字架好了。当耶稣已经跟他讲你将来可能会走什么样的路的时候，他在跟他说：“你来跟从我吧。”弟兄姐妹，这是好不好回应？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比较好跟；当你知道的时候，反而不好跟。你要下定很大的决心，你才愿意去跟啊。有没有人要来跟耶稣？有那个也是圣经的老师，新约里面的尼哥底母，对不对？他想
跟耶稣，但是他不敢光明正大的跟，因为他有一个身份在那边。他是什么时候来见耶稣？晚上偷偷来见耶稣，他不敢给人家知道。他最后耶稣死的时候，他偷偷去处理，帮忙他去找人来帮他找什么可以埋葬的山洞，找人家可以把耶稣的尸体收下来，一个地方。还有没有人来找耶稣？有一个年轻的官来找耶稣。他来找耶稣的时候，他问耶稣：“耶稣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永生？”耶稣说：“那你说呢？对不对？”然后这个年轻的人讲什么？讲就是不可偷盗、不可杀人，什么就是十诫，对不对？好，耶稣说：“那你都知道啊。”那你就照这样子去做就好了。这个年轻人讲什么？这个我都做了，我还可以做什么？可以让我成为更好。如果他自己都觉得我什么都做很好了，他还来问耶稣，那我觉得他有点来挑战耶稣了，因为他做很好。各位爸爸妈妈，如果有个年轻人又有钱，又遵守实践，表示他怎么样？又敬虔，又很有道德，